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凤山这个选区的立委选战是热扑扑。最近这个哪里的候选人拢咧争取到客家票，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张义中成立到客家的后援会，讲伊平时都为客家族群咧发声做代志，甲对手民进党的柯志杰只有伫咧选前才来争取到客家票无共款。柯志杰面对着批评，是点出着家己这几年来的政绩，请选民目睭背后金看好清楚。上班时间车流上济，国民党立委候选人郑义中徛伫路口，双手一直会提悬能见度，就是要为着抢下高雄人口上济行政区凤山。上阵对手柯志杰的第一枪为族群先开始。徐志杰立委最近呢，在学讲客家话，学唱客家歌，其中客家基本法的提案，还是在今年11月选举前才提案的，根本就是为了要骗客家选票才提的。郑义中家己是客人，伊强调家己伫咧2届议员期间，一直伫咧为客家族群做大代志，企图想要攻下伫高雄有1/4的客家票源。批评对手柯志杰连任立委期间，敢若提过13届的客家事务，会使讲是一年敢若是1摆尔。我在立法院多年来咨询、提案联署等，推动客语广播电台。客家电视台的设立成功，在地方为客家争取活动经费，及争取凤山客家文创中心在黄埔的设立等。不管对方是不了解或是不关心，我们不予置评。民进党候选人柯志杰要拼4连霸，照理来讲应该是真有赢面。不过，顶届高雄市长的选情，韩国瑜的三线造势，撼动凤山拿力选票的结果，甚至有拿政立减的趋势。再加上郑义中的老爸，前国民党立委郑小豪，亲近多年，真有实力，拿力拢有市长的支持者。2024大选，高雄凤山这个过去的亲绿票仓，敢挡会掉拿赢的攻势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